今天暖场有没有准备好？当然有啊，这个还是要脑筋急转弯一下。你先来还是？我先来好了。好，我先来。这个在海边呢，海滩上是游来了一对乌龟啊，他们来这个沙滩上度蜜月，准备度3天的假。结果呢，到第4天呢，这个公乌龟啊，这个垂头丧气的，慢慢的离开海滩。为什么呢？垂头丧气。照理来讲是来度蜜月，为什么应该很兴高采烈？怎么第4天他离开的时候，整个人垂头丧气？因为累了嘛。累了啊！这使用完了，错了。为什么这么美好的蜜月假期，他会这样垂头丧气？因为母乌龟没办法跟他回家。是不是？错，反悔的人错啊！有人来干扰是错啊！我看你脑筋，我就知道在想这些。想不出来这些。答案是这样子的这个度蜜月度3天嘛。对。为什么他垂头丧气走？因为等了3天，母乌龟还没有翻过来。还没有翻过来，所以说还是没什么结果。这喜欢呐，这令人值得深思啊！你怎么知道乌龟在交配会要是啊？他们的姿势是这样子的。哇，这个要看自然科学。是。还轮到你了？轮到我了是吧？是。有一个麻子脸的人，皮肤不好的天花的他有一天垂头丧气，也是在路上走。走，看到一堆人怎么围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过去看，那边有一个皮包，还名牌皮包。大家议论纷纷。然后结果他过去很自然就把它拿走，为什么？他掉的东西嘛，是属于这个麻子的。错错不是。当然没这么简单，我晓得是不是那个是鸵鸟毛的麻子？这鸵鸟毛，鸵鸟皮做的皮包，因为上面有一点点的毛孔嘛，大概跟皮肤仿佛这样，属于他的皮包跟他长得很像，也不像啊？错，也错啊？不是，是他帮他家人来捡啊。他朋友或家人掉的，是我家人。错，也没那么简单。对呀。这个那谜题是什么？为什么他可以拿走？对呀，因为他不要脸嘛。他都不要这个脸了，你拿走。这个是他吗？来吧，来讲故事了。来讲故事是。所以有这个3个人瑞啊。好。哎呀，这同样在那个月过生日，亲友都来庆祝。哎呀，大家这个酒过3巡，大家聊天是。他说：“你们3个人瑞对，大家都想活到100岁，你们把你们秘方讲一讲嘛，好让我们这些晚辈学习嘛。”对。哎，这谁讲这样的庆祝的起哄。就有一个人瑞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先来讲嘛。好，我是这样子了，吃饭少一口。”大家都拍手，少一口就是说吃饭要8分饱就好，不要吃得很饱，不能吃得太饱。大家说真棒，这就是保健之道。对，我们大家要学，吃饭不要吃太饱。对，你吃得那么撑干什么？那第2个人瑞再请你发表一下。是，我是这样的，饭后100步走，吃完饭要散步。哇！大家都拍手，是真的。你看散步就这么简单，消化嘛，就可以活到100多岁。我们都平常都不注意，要散步。那第3个人瑞，麻烦你发表一下。不要了。我也拍谁？我卖供，不行，大家都供啊，领导爱供，不要，还是不要讲。你一定要讲一讲，一定要讲。矜持了半天，就讲。好，既然要讲，我就讲。我家老婆丑，他的太太长得很环保，所以平常呢很少去动她，所以也算是养生之道。所以你有看您这个笑话这样延伸下来，罗时丰大概活不过50岁。这是什么话？要避免了，就是恭维你啊，就是你的夫人很漂亮所以所以上面大家听啊，那我要自爱一点。你要想，我为了要长命百岁，稍微要节制。是。这个笑话对，因为其实也有点启发性。对。说他孝忠，但也有一点逻辑。对。吃饭少一点，老婆散步一下也是养生之道。外国汽车这样。什么叫外国汽车？外国汽船。